我已经有了身孕，是太子殿下的。传太医。恭喜太子妃。这位统领怎么称呼？我叫杜宾。小杜统领。我在。太子妃，请讲。请问，我还需要殉葬吗？太子妃说笑了。太子妃，请安心养胎。姑姑，太子已死。哦，太子城府极深，死得蹊跷，为防有诈，主上需要信任。我会带一只眼球回来。殉葬之事我听说了，做得不错，月见。怀孕只是权宜之计，待确认太子死讯，我就不。主上有命，将错就错，找人借种，生下皇孙。姑姑，这是不是太荒谬了？别忘了姑姑教过你的，不问缘由，只看结果。做我们这行的，为了任务，没有什么是不可抛弃的。东宫之内，有我们的一个眼线，组织尚未启用过。现下太子已死，时机成熟，你去跟他接头。以紫花为信，暗号是天剑吻。夜来香。是。谁？二殿下，您睡了吗？二殿下。二殿下，府上进了刺客，您可安好？我没事，正准备睡觉呢。去那边看看吧。是。世人皆传，二殿下与太子同胞双生，
没想到是真的。世人可没传，尹国公之女爱好夜行，会武功啊，嫂嫂。主上有命，将错就错，找人借种，生下皇孙。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借种嘛，就借个最像的。为了任务，闪一下就过去了。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和二皇子借个皇种。哎，我皇兄尸骨未寒，嫂嫂就爬上我的床，你就不怕？现在，该怕的，应该是二皇子。借种一事，我看嫂嫂不太会，我来教教你好了。你可别耍什么花样！天剑丸，夜来香。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原来您就是谷里的暗桩，我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。哼，你其实是想说，我怎么会暗下跟你们私通，意欲谋害皇兄？我等乡野小民不敢妄议皇族。也是，你等荒野小民，也就只能暗杀太子，迷奸二皇子罢了。二皇子妙赞了，太子殿下不是我杀的。至于这，都是为了任务。任务？我可没有怪罪嫂嫂，毕竟秽乱后宫这等好事，我可是乐见其成的。宫闱凶险，果真不假。这兄弟俩没一个正常人。至于你的任务，我可以帮你完成，但是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事成之后，我要见你们谷主。我只能代为通传，要不要见，由谷主自己决定。成交。哎，那从此以后，你我既是叔嫂，也是盟友了。玉非凡，约见。小倩倩，有意思。殿下，方才的刺客似乎就是假冒的太子妃。这个杀手心思倒是灵活，有点意思。早知道是这样的情况的话，那时候在喜堂就应该直接将他拿下。你还用得着受这种罪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杀手如何伪装成尹国公之女替嫁？您是说，碎星谷的幕后主使是尹国公？碎星谷对我的行踪了如指掌，背后定有高人指点。尹国公不惜以刺客、替女出嫁，与碎星谷肯定也脱不了干系。我若直接将刺客拿下，恐引起怀疑。对了，吩咐下去，假死一事和太子妃有孕，不可走漏风声。已经嘱咐过了。要是这两件事传出去，那陈京小报不得炸锅了？他们平时最爱的就是您的风月轶事，这次的标题我都已经帮他们想好了：太子勾引尹府千金，竟龙胎暗结。
殿下，嗯，那您还要继续杀他吗？既然如此，那就由着他继续演吧。孤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花样。况且，孤的暗桩也是时候该启用了。是。殿下，将，您不会真的和他？属下多罪，属下告退。哎，殿下。